来继续来看，统一集团开10亿，伫台北市信义区开一间百货商场，今仔日正式开幕。其中这个博客来册店24小时营业。一桌交流代表信义区百货大战佫开始啊！经过冬外，统一集团将信义成品的原址打造成全新的百货，占地7500平。 就是趴在里面，除了有全台最大的星巴克之外呢，还导入了全新的吧台，让你24小时都可以喝到咖啡饮品。边仔也有24小时扑克来头一间实体册店，暗时若困袂去，按公照嘛有所在通去。不离城的理念，互人耳目一新。开幕的头一天，都真侪人客专工去体验。 满足不同的客群啊，没地方去的人可以多一个选择。这对于我们城市的生活来讲的话，是一种文化的展现。万一有一天我被赶出来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，可以很舒服的过整个晚上。 消费者愈换愈水的生活习惯，和其他信义区的百货嘛，豆豆啊将焦点转向半暝时段这个餐厅。湾坝信义A13甲美丰南山拢有火锅的宵夜场，也有室外半暝的餐厅，会当看到101的夜景。ADT 的信义店嘛有日本式的烘肉店，营业时间拢较透早。各大商场拢想要抢攻半暝的商机。信义相关的百货一年营业额估计有800多亿，占全国的1/4。 要怎打造全新的特色，吸引消费者、生意人拢伫跋头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